英運動員訪港團抵港訪問3日，將會有示範表演，亦都會同本港運動員交流。國家精英運動員訪港團64人，朝早11點幾乘坐專機抵達香港國際機場。團長兼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帶頭步出機艙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等特區政府官員同手持國旗嘅學生喺機場迎接。訪港團入面精英運動員有47個，包括由郎平主教練帶領嘅女排、男子200米自由泳冠軍孫楊、女子跳水冠軍吳敏夏、陳若琳、游泳銅牌得主傅園慧等多名運動員。回歸以嚟，當每一屆嘅奧運舉辦完畢，中央都係第一時間安排運動員訪港，等到香港嘅市民能夠好短距離咁見到佢哋嘅風采，同埋分享佢哋嘅喜悅。當然亦都要感受到運動員喺艱辛培訓嘅過程裏邊嘅心路歷程。咁呢個亦都係突顯國家係非常之支持特區，亦都係反映到兩地嗰個人民深厚嘅感情嘅。我們剛下飛機，就感受到香港同胞火一樣的熱情和親情，我們非常感動，非常激動。在這裡，我們代表團全體成員向長期以來關心、幫助、支持內地體育事業發展的香港同胞表示衷心的感謝。國家精英運動員訪港3日，將會出席一連串嘅活動，包括示範乒乓波、羽毛球同埋跳水，並且會同青少年制服團隊見面。星期一亦都會同香港運動員交流，亦都會到社區探訪老人院，同埋可能會探訪小學生等等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少豪報道。